刚说了10多歲，更是藏不住事的年紀。香港記者採訪小學畢業生，問他考上初中做了哪些努力。報咗個補習班就係由星期一到星期五，一放學就即刻去啦。前面同學在講話，後面兩個悄悄對視。接着記者問會不會很辛苦？會好辛苦㗎。如果講辛苦就真係覺得談唔上，因為我覺得讀書係我嘅本分嚟嘅。最好笑的是，這段採訪被各路小學生爭相模仿。有啲唔開心，有啲開心，因為覺得返學呢，讀書呢就我嘅本分嚟嘅。讀書係我嘅本分嚟㗎嘛。甚至還出現了版本2.0。答下預習下下學期嘅課文咯。唔好講笑啦。唔係講笑，認真。